肯定語簡單嚟講，就係一啲積極正面嘅句子，好似我好有能力，我值得被愛。當我哋重複去講，個腦係會因為神經可塑性而慢慢改變，幫我哋建立自信，轉化負面諗法，甚至吸引好嘅經驗，達成目標。從科學角度睇，重複念肯定語會發生3件事。第一，係幫你重新編程你嘅潛意識，用新信念取代舊嘅。第二，係幫你聚焦能量，將注意力由缺乏轉去擁有。第三，大腦會自動揾證據支持你講嘅嘢，推動你採取行動。咁傳統方法可能要自己試好多句，先揾到最有效嗰句。而 Time Waver Home Affirmations 嘅獨特之處，就係用量子芯片技術，幫你測出你最需要、最核心嘅肯定句，唔使估下。更重要嘅係，呢啲肯定句唔單止係文字，佢哋本身已經帶有特定嘅能量頻率，可以直達你嘅深層潛意識運作，更加有效、更加精準咁幫你改寫舊有嘅限制模式。如果你想更有效咁顯化願望，不妨了解下呢種個人化同帶有能量頻率嘅方法。